喺呢個忙碌嘅醫院走廊入面，白先生同白太太正面對住一個好艱難嘅選擇。佢哋嘅嬰兒杜麗莎出世嗰陣得返個腦幹，大腦其他部分幾乎完全缺失。腦幹雖然控制住基本嘅生命功能，例如呼吸同心跳，但缺乏大腦就代表杜麗莎無法進行任何感知、思考、感受或者意識嘅活動。醫生判斷杜麗莎無法存活超過數天至數週。白先生同白太太唔確定係咪應該決定杜麗莎嘅命運，呢個係佢嘅生命，佢哋有冇權咁樣做呢？同時，佢哋亦都考慮杜麗莎嘅痛苦同家庭嘅承受能力。與此同時，同一間醫院亦有嬰兒正急切需要器官捐贈，而杜麗莎嘅心臟係其中一個最好嘅選擇。但因為當時嘅法律，呢次嘅器官捐贈最終無法進行，而嗰個嬰兒亦喺3個月後離開咗人世。同學，白家面臨緊一個艱難嘅選擇，你哋覺得佢哋應該點做？呢件事又涉及咗邊啲道德倫理問題呢？我認為應該繼續治療，因為每個生命都係寶貴噶。但如果佢一生都會受苦，我哋係咪應該考慮下佢嘅痛苦啊？呢個都涉及父母嘅權利同責任，佢哋有冇權決定孩子嘅命運呢？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問題，等我哋再考慮多啲方面啦。家庭嘅財務同情感負擔又點樣呢？呢個係真噶，長期照顧可能會對家庭造成財務上嘅沉重負擔，同埋情感上嘅壓力。仲有醫療資源嘅問題，如果唔係用喺一個成功率咁低嘅案例上，其他人可能會受益更多。仲有杜麗莎嘅生命意義潛力，我哋應該點樣定義一個值得活嘅生命呢？呢個好主觀，有啲人可能喺最小嘅成就入面揾到意義，但有啲人可能唔會。呢啲都係有效嘅關注點，我哋亦都要考慮醫療專業人員嘅角色，佢哋喺指導家庭方面有啲咩責任？醫生應該提供所有信息同支持，但最終要尊重家庭嘅決定。佢哋亦都應該確保呢個決定係為咗孩子嘅最大利益，而唔係淨係父母嘅。非常有見地啊！而家我哋嚟反思下更廣泛嘅社會影響，我哋嘅價值觀同文化信仰係點樣影響呢啲決定嘅呢？唔同文化對生與死有唔同嘅睇法，呢啲會顯著影響到啲決定。社會規範同宗教信仰亦都會喺好大程度上塑造我哋對呢啲問題嘅睇法。完全正確。杜麗莎事件冇簡單嘅答案，佢挑戰我哋去深思生命、痛苦、權利同責任。另外，杜麗莎嘅器官可以救人，但法律唔允許，呢點好矛盾。呢樣嘢都令我哋思考，器官捐贈嘅法律應唔應該改變？如果法律改變，會唔會導致濫用呢？有啲人可能會被過早放棄。呢個關係到死亡嘅定義，腦幹運作但冇意識，算唔算死亡？呢個係醫學倫理上嘅重大爭議。杜麗莎嘅案例促使社會重新思考腦死亡標準同器官捐贈嘅規範。白先生同白太太最後決定俾杜麗莎安靜咁離開，呢個係佢哋最艱難嘅決定，但相信呢個係對杜麗莎最好嘅選擇。醫生亦都理解佢哋嘅心意，會確保杜麗莎喺最後時刻感到舒適，並且喺愛嘅包圍下安詳咁離開。而家我哋知道咗白家嘅決定，你哋有啲咩感受呢？你哋又同唔同意啊？點解呢？我尊重佢哋嘅決定，呢個一定非常艱難。佢哋做咗佢哋認為對杜麗莎最好嘅事情。我仲係覺得佢哋可以繼續治療，但我理解佢哋嘅理由。呢個案例令我睇到呢啲決定嘅複雜性同細微差別，冇明確嘅啱同錯。呢個係一個關鍵嘅洞察。杜麗莎嘅故事教識我哋喺醫療案例中面臨嘅深刻挑戰。道德困境好多時都冇一個完美嘅解決方案，只有需要用同情心、理解同對所有人嘅尊重而去作出選擇。